小琉球的海平因为有观光客伫遐行搭，也搁有海胆伫遐咧生团，这是造成船塢带的生态危机。屏东县府就委托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，结合当地观光协会、居民甲学生，对6月开始清除这海胆，嘛希望会当提升海洋保育的观念，同齐来守护船塢带。目标是清除2万颗。 一般来说都是用撞击的方式把它撞碎。研究人员带学生囡仔挂手套，一人拿一支铁棍仔，甲一粒一粒的海胆拄好破。有的人一边行一边巡，有的徛伫家石看真足。屏东县政府委托中山大学研究团队，二是伫小琉球的大坪上严重的区域，趁海胆生团的季节要到进前，赶紧来移除，希望恢复船塢带的生态。我们希望能够移除大概。 到20万颗，在那个核心区里面，我们估计大概有超过40万颗。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大概可以移除大概2万颗。其实，伫2021年就有资料显示，大坪遮的海胆数量大约有80万到100万粒，甲船塢带夹一空一空，严重破坏船塢的生态。嘛，因为这几年啊，到小琉球观光耍水的人数增加。 影响到自然生态，鱼、虾真仔变少，海胆就无着人。地属大坪船塢带，拢互海胆占甲满满时。采用着国外即个大量的移除方式，安尼会当非常有效的降价，若有移除7成以上，有可能会逆转的。所以，我嘛是希望讲。 赶紧来实现。当地协会理事长表示，海胆突破了后，免单调，就会直接变成鱼仔掺金仔的食物。这摆移除行动第一阶段，重点会放伫大坪较严重的区域。参与行动的毋但有专业人员，佮结合当地居民佮学生，大家做伙来抢救小琉球的船塢带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